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，水气有较高。北部、宜兰甲花莲规工是较淡湿、较凉冷，其他的所在早暗嘛较清冷。长辉气象署针对台中以南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屏东雾台乡的回旋谷传出有9个人因为溪水汹涌涨起来，怎掉伫遐？加在消防队是已经顺利把人救出来啊。溪水正错流，伫咧河川的对花管理所在有7个查甫、2个查某掉伫遐。屏东雾台乡嘉茂村回旋谷附近，昨溪水涨起来，辽阔面将袂火路线掉喺顶头，消防人员有说话救人，经过2点外钟，甲人全部拢救来。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，水气较饱，北台湾、宜兰、花莲规工拢是湿搁冷，其他的所在早暗也凉。这礼拜前几工较凉，后壁几工温度就回升，到拜五开始的5月最连假就会较烧热。明天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，同时降雨的情形也减缓，气温会比较回升一些，主要高温大概都可以回升到28到30度左右。到了周3、周4的时候，由于锋面接近，各地大致上都算是比较舒适到凉爽的气温。到了周末的假期，气温会再度回升。气象署讲，每年的5、6月就是落黄霜啊雨的梅雨季。后一波的梅雨方面将会伫2月到2、9来。气象专家讲，将会等到西南季风入去南海，梅雨方面的影响才会较明显。估计2月、2、9这波梅雨方面雨会较大，所以大家就要注意防范，在沿时雨大雨。28、29号左右，所谓的这个西南季风就会进到南海，然后会往台湾这边过来。那同时在29号也刚好就是会有这个锋面南下，那它会跟这个西南季风会配合在一起，那就会形成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个梅雨锋面。吴新武讲，5月这连假第一天，风面会扫到台湾的东南边海面，对台湾的影响会变较小。所以5月这如果恢复到典型的热天的天气，也就是过头了，山区较容易有热对流，较会落雨。搁刷落来梅雨方面，就会等到5月这过了后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